从今以后，分享所看下诸位客家新新闻，强化来关心指挥中心而来公布，一下全台湾的确诊病例，还有清醒的疫情发展，各来看。在我右手，这是我们社区应变组社区防治组的庄仁祥庄副组长，然后左边是我食药署的吴署长。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这一天的工作的一个进度。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今天是我们连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开始要上班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宣布说，我们今天有新增个8例的确诊。好，那这8例都是境外移入。好，那为4男4女，那年龄介于30多到60多岁。那入境日介于3月14到4月2日。发病日介于3月18到28日。那这新增的个案中，一人为本土个案的同住家人。好，那这个大概应该是本土个案的应该是昨天的，好像是昨天的一个案例嘛，是343案的一个丈夫哈。那另外一个是跟摩洛哥旅游团的群聚相关，3人与奥捷旅行团的团聚的群聚相关哈。那按357于3月10日至22日跟团赴摩洛哥旅游，那该旅团先前有2人确诊为案250跟288。那按357至3月25日发烧26日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那诊断有肺炎而通报。那于3月26日至4月3日采检，其中4月3日所采检出阳性，于今日确诊。该旅游团共有3人确诊，那其余14名团员也都全部都有验，那12人是阴性，那2人在检验中。那按359、360、363，大概有2个案例，我们昨天就跟大家有讲过，那这3位都是奥捷旅游团的团员，返国之后3月16日到26日进行居家隔离。那到现在都没有症状。那昨天有跟大家报告过，就是359跟360，经过 X 光检查显部这个肺部有轻微的浸润。那由于该团先前已有6人确诊，为了求慎重，所以我们对其他的团员都回溯采检。那3人经检验于今日确诊，所以该旅团共有9人确诊。那其余8名团员的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那按361于3月5日至3月23日赴美国探亲，因返国与240搭乘同班机，故列为接触者。那居家隔离的期间，4月2日有出现发烧、嗅觉迟钝，那有卫生单位安排采检，那也就确诊。那其余2名境外移入的个案为独立个案，出国目的为探亲或工作。那发现的管道是机场及自主健康管理。所以在全部里面大概这边回来个案都是境外，那境外里面大概有3名是从美国来的那1名是从摩洛哥，那3名刚才讲的是奥捷，那1名是英国那都是在发现有3名是在居家隔离中，那3名奥捷是我们对接触者的一个回溯采检，那机场采检是1名，自主健康管理的是1名。那最好像那个昨天公布的一个352的一个本土案例那个我们大概经过这疫调那他跟301案有从美国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前面301已经被确诊的，那跟301案好像有密切的接触超过1个钟头。所以在昨天那个本土案也是基本上有一个这样的源头那其他的疫调我们也在进行中。那所以总共到今天我们累计的案件总共363个案子那54案解除隔离。那明天就要开工了那连续几天的假期，那因为这边这几天大概旅游大家也蛮兴盛的。
那因为确实有一些景点人潮的密集度也超乎我们的预期，虽然都有大幅的减低，但仍然有几个区域是相当人多的那因为在那么人多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确实的遵守我们的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的规定，所以我们昨天不得已为了防疫也发了细胞警讯。也得到蛮好的效果那这马上也降了蛮多的当然我们的警政还有我们的地方地方卫生局、地方政府都非常的辛苦那极力的疏导安排那也那达到一定的效果了不过对于这个影响到生意的店家，我们也觉得很抱歉本来大家可能要期待就是说能够好生意，不过为了大家的安全那我们也谢谢大家的配合。那明天开工之后，那旅游回来，我们希望旅游回来之后那因为毕竟它还是这样的一个移动还是有增加了一些的风险所以尽量一定要把社交距离顾好。那能够戴口罩的时候，就要把口罩戴起来。那注意个人的卫生那环境的整洁。那尤其是在这段时间有出去玩的小朋友。那到学校里面最好跟老师讲，那随时注意有任何的身体情况，那及早的安排就医。那很多的事情明天就开学了，那不是开学也好了，开工了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有状况就好像在做自主健康管理一样，那非必要的聚集减少。那去看病的时候，那要把报好戴好口罩，那报告你的旅游史，让这个医疗人员能够更正确的掌握我们身体的情况。那以上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还有口罩了那个口罩我们这个总共在4月3号我们总的登记量大概是199.6万。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付款成功的人有133万，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口罩我们这个礼拜开始，礼拜4嘛9号开始我们就可以买14天9片，那我认为14天9片这个量应该是足的不过我还是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准确的使用准确的使用。那食药署也提供了前几天大家有看到有一些能够让口罩能够使用的次数或者它的一个时间能够延长的方式，那我们今天也来试试看。那我们是不是也征求一位来，我们征求一位的口罩跟我们一起来争看看的来我们本来是要征求人比较多了，不过我们这个电力好像不太够那电锅都弄几台就会跳电了这是新的口罩不一定是新的啦其实家里本来有的口罩电锅就可以使用了。那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建议就是说，你自己使用过的口罩，如果想要再延长它的寿命的话，自己使用的这个我们电锅处理过以后不是要给别人用，是要给自己用的。所以家里面的电锅其实直接就可以使用。所以要请部长还有我们的记者朋友帮我们做示范还有来。是，那首先就是把电锅的内锅这个内锅架放进去。内锅架不是，这个部长没有煮过饭来，内锅架放在这里那我们再把内锅请部长把它放进去是，好，那请部长把口罩放，对，是，好，要盖上这个电锅盖那各位在使用的时候，记得电锅一定要插电好，然后我们按上了我们这个电锅的开关在前面，是，对，是，对，好，请对，有亮灯了之后，大概3分钟左右，它会这个开关就会跳上来，然后之后我们再等5分钟。那这样子对于我们口罩的一个处理消毒处理，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是，所以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靠着这样的热的一个干热的方式，要跟各位提醒的就是不要放水。我们刚刚那个外锅的部分不要放水，放水这个其实会影响到我们那个口罩它本身的静电层。那同样的，一直都有朋友们问到说，那我用酒精来消毒好不好？其实也不好，因为静电层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这个测试其实有参考学研单位跟我们的建议，因为学研单位都做过相关的研究，但是食药所还是自己做过这个研究。那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大概我们使用过3到5次的，我们重复的做这样一个消毒的动作，其实它对于细菌的过滤效率都可以维持99% 以上。所以我们原先的规定是95%，所以它本身减低的效率其实大概只有1到2%。所以这样子重复处理真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口罩已经有脏污了，或者是说有破损，那我们就不建议在这样子的一个消毒。那同样的，如果有呼吸道的症状、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出入医院，还是以一次使用为原则。那大家在出入一些比较低风险的场所，我们就会建议使用布口罩，就是过去我们已经宣传过的，有不织布这一层的这样子的一个布口罩，其他可以重复的清洗，其实效果也都非常的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利用这样子一个电锅干热的方式，其实重复的来消毒我们的口罩，其实4到5次，它本身的一个防护效果都还非常的好。是。好，非常谢谢我们署长很专业的说明了哈。署长本来认为说这个事情哈，太跟那食药署的这种非常的精密的事情是有一点距离。不过我刚才讲这是人民需要，就好像我没有做过一次哈，我连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叫内锅架，我以为是要放在里面啊。不过确实，但是呢，我们也相信专业。这个是有不管是劳安所的 paper 或是我们那个教授的 paper 里面都这个，那食药署也亲自的也在做过一次的验证，所以是一个是有效的科学的方法。那我们看有效的科学方法，等一下时间到了可能要通知一下，先他自己会跳起来就是了。那跳起来我们就再等5分钟。我们也是我们的 paper 的那。要不要跟我们再做一点？好，来麻烦你。好，部长、各位长官，还有媒体记者的朋友，因为有一些媒体记者提的问题是讲说用家里原本的电锅，还是说要买全新的电锅了？那我们建议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在电锅干蒸的时候，因为它里面的内锅壁的温度已经达到165度左右，所以该杀死的细菌应该都死了。那而且里面的气温的话，单独只有干蒸的气温大概有110度左右。所以如果说蒸完口罩以后，其实你如果有疑虑的话，建议你洗一洗。那不然的话，其实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再买，就是再买一个新的电锅了那如果你觉得有安全的疑虑，你想要再买一个，那当然也可以那另外就是口罩的气味太重的话怎么办那有很多人就会讲说，那是不是可以加精油啊、喷酒精啊？那实际上有化学物质的都会破坏我们口罩的不织布的带电那我们就不建议这么做。那如果说味道很重的话，基本上我们等一下这个蒸完之后，基本上它就是味道应该会不见那因为它会口罩的那个味道会比较重，是因为我们的口水还有我们的细菌在里面繁殖的关系。那如果你把它杀死了之后，理论上它的味道就会不见那也等一下也可以请我们媒体的记者朋友还有我们部长就重新带看看你就会了解。然后再来就是用烤箱啊、用气炸锅、用微波炉这些可不可以？那因为这个烤箱、气炸锅还有微波炉的话，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办法控制它的温度稳定在110度左右的话，也就是说可以模拟我们电锅内锅的温度的话，那我们当然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但是问题是这些的温度基本上你要真的实测看看，因为我们害怕你没办法控制的这么稳定那尤其是微波炉，那如果我们在没有水分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你的口罩很可能会有被燃烧的可能性那这个就要小心注意。
那用负离子的吹风机啊，或者其他吹风机，可不可以做？那像这些部分的话，因为目前我们没有做过实验的检测，所以的话暂时是不建议。那还有一个就是用消毒用的这种有杀菌灯的小型烘碗机，可以吗？那这种烘碗机的话，基本上如果说它的紫外灯的波长呢是在220到280奈米的话，那我们会建议你在照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杀菌效果是很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口罩里面有3层，那有6面，那我们紫外灯在照的时候呢，因为它只能对上下2面照，所以中间层的部分的话，我们不确定它的杀菌效果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所以这个部分在使用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小心。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好，乡亲朋友看到亚哈记者非当地嘅进行，亚哈呢係由伊哋賴傳英副教授佢來同大家講，也做嘢咩愛用嘅，再過來重複利用，同大家來講，佢其實係經過嘅有效科學方法嚟驗證過。故所從家下呢，也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咩親身來帶領做嘢咩？韓國人民根本係用大家用造嘅方式出隻，同也用過嘅做嘢咩？並落天幕嘅地度，變整個後就做得重複再個利用，唔是講用一擺就獲得。故所根本呢現場要來示範，詳細嘅內容呢，咪希望鄉親朋友做得上到也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後，等個咪有也相關嘅影片，同大家講，用嘅大幫天幕嘅來撈佢造嘅來整幾多分鐘，整3分鐘過後，再個等加5分鐘就重新用得咧。詳細內容請鄉親朋友做得上到也 YouTube 頻道後詳細來看。喺個近邊呢，就也下指揮中心來公布講，近邊新增加嘅8例確診病例，故做現時全台灣嘅確診病例數來到係363案多。近邊呢係新增加8例確診病例，全部係境外採落來嘅個案，其中有4個男性，4個女性。韓國呢，其中又有家庭群體感染嘅，還有也旅遊團車本另外1類人。陳時中呢，佢咪提醒講，天公爺就愛開工嘅，經過廿幾年咧，連得了按當日，故所提醒大家，連續假期結束嘅，廿幾年嚟人潮實在比先前按算咧還較多。韓國人看得到亞下記者會嘅畫面係亞嘅經過天幕嘅整個過後嘅作業咩，又重新用得咧，故所亞下陳時中老佢重新又帶起來。唔過呢，繼續同大家來補充緊比家下較早以前指揮中心公布嘅也相關嘅內容。故所呢也連續假期既然愛結束嘅，陳時中佢再個提醒講，也บอก嘅限係人盡量較無唔好去到人當道佔來佔去嘅素材。提醒講，雖然講先前因為當道人去到乾定大街，韓國關於有名嘅景點。更怕有影響到也做生意嘅情形呢，佢現場係同大家非實地咩什麼按當人來配合。另外呢，提醒講，天公爺係講了轉來嘅，愛開始去上班，另外上課嘅人，愛記得還係要保持社交距離，帶定做嘢咩，注意自家嘅自我狂犬管理嘅部分。尤其家下陳時中係特別提醒，愛做家中事，係講有帶生意嚟出去了，希望呢佢哋轉來過後，愛做好自主管理。韓國生意呢係講有任何嘅徵條，愛夾南日本醫生看，韓國愛實在當清楚嘅講出也相關嘅理由是。故做近邊呢係同講嘅亞條以外，同大家來示範，用呢來整也嘅做嘢咩，做嚟重複再個利用，也下進行到現場呢記者當地嘅題目，未帶鄉親繼續來關心現場嘅親情情形。他是17號回來的時候，當時還不用實施居家檢疫。那當時我們這樣的政策，我們有評估過說，類似剛好在實施居家檢疫防疫政策之前才回來的這樣的確診的個案大概有多少？那它成為社區防疫的破口，嚴重性大不大？這樣，謝謝。有關356跟343的之間的關係，那356是17號從美國回來哦，那我目前是研判他應該是由他的先生感染給他的太太哦。
那不过他17号回来之后，他只有轻微的一个腹泻啦。那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症状啊，所以就他也没有去就医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根据用健保资料大概上呼吸道一个的症状去筛的话，应该是没有筛到他。那不过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太太因为有被感染啊，所以也被诊断出来，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再找到他的先生啊。那有关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有提出，就是说利用刚刚讲的，就是利用健保卡的这个就诊记录。那另外我们也针对这个从3月8号到18号这边回来的这个美国的人哦，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人哦，那都有做这个发简讯，那也有打电话的这个部分哦。那所以有关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有极力的去这个请这些从国外旅游的回来的旅游史的人啊，那如果有任何症状都赶快去就医采检，那也呼吁这个医师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采检的动作哦。那所以我们现在是针对像这样的一个个案，那我们仍然还是呼吁啦，就是说如果有从过去哦，就是3月8号到18号这之间有从美国回来的这个友人，那都可以尽量利用我们的这个就医，那告诉这旅游史啊，如果还有症状的话，那赶快就医啊。以上。请这样就先对我们这2天的专家会议，把那个腹泻也定做我们的一个要件跟大家也说明一下。好，我们昨天中午一直开到下午的一个专家小组会议，就是针对最近几天大家也看到我们给大家的资料里面看到这些确诊个案腹泻的状况看起来是比较多那有少数几例也出现说单单只有腹泻的状况，那或者是开始有一些轻微发烧、咳嗽，到后来这些症状不见了，只留下腹泻的一个情形。那所以我们的分析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到，在3月31号之前，我们所有确诊的322例的个案里面，那有出现腹泻症状的有19例那就占了6%而已所以在发烧咳嗽还是大概1半左右的病人会有发烧咳嗽的状况呢，在相对的腹泻是比较少，只有6%。那可是从4月1号到4月3号这3天当中的26个确诊的个案里面，其中就有5个有出现腹泻的一个状况那占了19%所以这个表现上确实是在最近的个案里面，明显的腹泻是比以前来的占比更高所以昨天经过讨论以后，也决定说在我们的通报定义里面，除了发烧、呼吸道症状以及之前所说的嗅觉、味觉以外，那再增加的一个症状就是有出现不明原因的腹泻的话，那再加上他有旅游史、有接触史，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个案有出现腹泻的话，那也应该通通都要去就诊筛检那这是针对这个所谓的腹泻的症状，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列在我们的通报定义里面。那补充说明一下的，当然在之前我们更早把味觉、嗅觉列到通报的定义里面，主要也是因为在3月25号以后，我们看到的病例也是出现嗅觉、味觉的个案的有异常的个案那比较多。3月24号之前，在我们所有的确诊的个案里面总共有216位，里面有出现嗅觉味觉异常只有5位就是在216位里面只占了2.3%，2.3%。那在3月25号到4月3号之间，这总共有132位的确诊病例里面，有29位出现了味觉、嗅觉的异常或丧失的状况，占132位里面的22%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味嗅觉，在3月25号我们的个案明显的增加，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把它列入这个通报定义。那现在因为腹泻的状况
表现的个案变多，所以我们也是用这样子加列到这个通报定义里面，希望以后不管在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个案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快速的去做筛检，确定他们是不是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以上补充说明。长官好，3例提问，想先请教奥捷团他现在已经有9个人确诊了，然后他之前还有2例的重症跟1人死亡，然后后来还有昨天提到的2人是无症状的肺浸润，然后另外还有今天的1例他是无症状，可不可以请专家们分析一下，就是说他们明明是同一个团，为什么他们的状况会差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是女保全的案子，昨天有传出说他的社区有1个人发烧送医，然后他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还有这个案子他目前采检的进度，就是疫调的状况如何？谢谢。奥捷团部分就好，前面大家也都注意到，或者说有跟大家报告，就是奥捷团奥地利捷克这个旅行团回来，很快就有几位变成重症的状况哈。那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切。那这里面其实有2个现在还在插管治疗当中，有1位领队过世嘛，其实他们3位都是体重过重的一个状况，然后所以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这个，因为我们从过去对流感重症的经验里面，也觉得肥胖跟体重过重是一个发生重症的一个危险因子哈。那在这里这个团体里面，我们也看到有3位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其他的新出现的这个轻微的肺浸润跟一个无症状，所以可能感觉起来由这样的流行病学资料里面，你会觉得，个人的每一个个人，不管是说他感染的病毒量是不是有差别，或者是他本身的容易发生重症的这些因子，造成是不是发生重症，而不完全真的是病毒本身可以对所有这一团的感染者都发生重症的现象，还是被感染者本身的状况也许非常重要。有关这个保全的这个社区保全的这个案子啊，那目前就是有关接触者的调查有388位，那有采检了8位哦，那有6位已经阴性，那因为有2位还在检验当中，那1位是这个住户，社区的住户，那他是发烧，所以还在检验。那另外还有1位是这个他去就诊的时候的同时的病患，那也在检验当中啊。那现在是针对我们有正在对这个社区的住户有做这个造册啊，那我们会在这边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也针对他回家之后的这个的足迹的部分，我们也正在这个疫调当中，也在从里面看有没有可能他是在这个家里或回家之后，还有在社区里面的感染，这些都在同步在进行当中。以上。想请问一下部长，就是说我们从边境管制从3月19号开始嘛，然后算大概也就到这个连假开始，已经有人陆续开始解封。那我们看到今天或是前几天的案例，无症状的感染者非常非常多。我们有统计过解封的人大概有多少？有没有可能在这清明连假里面跑到这些垦丁啊，或者是东他们花莲夜市这些地方，有没有可能造成大扩散的风险？那这是不是也应对了说我们很多外界医师都在陆续都在担忧，就是说未来这个礼拜有可能有本土病例大扩散的迹象的一种可能。第二个是想问说，我们刚刚有讲说352跟301，就是昨天的352跟301有美国接触，可不可以在细部讲一下他们的接触的方式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在细部讲解一下？谢谢。大概上我们本来在居家检疫总人数应该是超过10万人嘛，好，那现在在案的大概有3万出头，应该到昨天前天的话是3万3，3万4，好，那今天我想又再少一点。换句话说，等于是
大概有将近7万人次在居检后之后，在已经解除我们的居家检疫。那基本上在那个时间上，那并没有发生这些社区的相关的群聚的情况。那我们相关的本土案例也相对的低。那进来大家但对于我们这次在放连假这样的一个移动的风险是会增高。那当然大家都是担忧的了我们也是担忧这个，所以还希望就是说这个假期的移动这样的频繁。那假期结束后，那民众一定要落实自己的个人卫生，那保持好社交距离，避免出入人潮拥挤的场所。那没有办法维持好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就请要戴口罩。那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其全程也佩戴口罩，并配合相关的体温量测的措施。那身体有不适的时候，那也请戴口罩迅速就医。那告诉医师旅游史、职业史、职业别接触史及是否有群聚的情况，那及时的诊断通报。那另外我今天也看到一些相关的计程车在计程的业者在反映，就是说搭乘大众的交通工具，我们都要求要戴口罩。那事实上在计程车内也很难维持这样适当的社交距离，那是不是应该要求乘客要戴口罩？那我们现在也是正式宣布说，我们要求乘客要戴口罩。那如果乘客拒不戴口罩，那计程车司机可以拒载。总是在没有办法维持好适当的社交距离，那就要把口罩戴好来。那台湾它的情况，在我们在这个放假之前，我们的个案非常的零星，到我们在放假开始到156案，大致上都已经过了相关的潜伏期，那剩下就这几个零星的个案，所以我们认为风险当然是有。那在特别如果有把社交距离维持好，把口罩戴好，风险当然会降到比较低。但是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那事实上是有时候是很近的，尤其在前2天，所以风险是在，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那不过也不用恐慌。那个等于是昨天的352，本来是没有这个来源，我们是跟301案从美国回来的。那这个等于是他大概是3月，这个301案我们那是3月2号回来，3月6号发病，那3月21号跟352号有喝过一起喝饮料，大约是1个钟头这样的一个时间。好。您好，大一电视想要请教，就刚刚问到的352跟301，他们各自的匡列人数有在扩大吗？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奥捷旅行团，他们这些后来陆续确诊的人，他们的相关家人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还有昨天有特别提到说，因应这样的状况，会再增加所谓的居家隔离检疫结束之后，会再增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是即日起吗？还是说有回溯？以及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如何落实？是他们依旧可以上班上课？那他们要遵守怎样的措施？谢谢。好，那个有没有继续匡列？好像应该是。有关352的部分，它目前是有11位的11位的这个接触者啦。那目前针对他的居家隔离也是有3位，对，其他是自主健康管理。另外那个301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变啦，只是说现在针对那个奥捷团的，刚刚讲他们的家属，我们因为他确诊之后，我们就会陆续会对他的这个家属做居家隔离那如果需要采检，会进行采检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居家检疫14天的之后，那我们现在为了这里面更谨慎的起见，那除了我们在自主健康管理结束之前，我们还会再特别的来检视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真的有一些症状，确实都没有症状发生。那我们也会要求自主健康管理
居家检疫结束了14天结束的时候，还要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也就是这几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请我们这一些的民众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健康如果任何不适的时候，要立即还来联系我们这些卫生这些相关的单位的管理人，那让我们来尽量赶快来协助他安排就医或做进一步的评估。一样可以上班上课吗？可以还是可以上班上课，自主健康管理的话，还是可以上班上课但是到公共场所的话，还是要戴口罩，不好意思 ，TVBS 提问，就是那个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店员就是初判说他可能是被301传染，等于说是301回国之后，也就是3月初他的破口会在那边。那我们目前有说要怎么去补这一个破口吗？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感染科的医师说用死亡率推估确诊数是最准确的。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台湾目前被感染的人可能不止现在这样子。那我们与其让这个零星的个案一个个冒出来，有专家说不要普筛啦，那有没有可能考虑针对几个高风险的区域来做筛检？因为像现在还是有很多感染源不明的嘛，像是女保全或者是师大生，还有工作室的老板，他们都还找不到感染源。那他们有没有活动范围重叠的部分？有没有会针对这个重叠的部分来做抽样性的筛检？谢谢。大概目前这来说台湾你说死亡率用死亡率来看，那当然它有某一个程度是正确，因为最后你不管前面做哪些事情，那最后就呈现到很清楚就是死亡嘛。可是死亡那个比例来看，它有一定的死亡数目才会形成后面的意义。有时候刚好你就是确诊了一个那个人就死了，那就100%或者说这应该回推1000倍。所以这个东西是到有一定的一个数目之后，才有这个统计的意义。那在那种统计的时候，用那个来回推来看，像我们对几个这个确诊率比较高的国家，我们再来回馈来看它的一些是不是检验的量能不足，还是医疗量能不足？那往往我们会用死亡的情况来做相关的一些推估。那至于说要大规模的展开一些社区的一些筛检，目前我们还没有，但我们还是想要对一些有特定风险的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是有这样的想法。那至于在刚刚一直在担心，就是我们的居家检疫完之后，我们现在除了自主健康管理在延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期之外，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在简讯的通知，在他解除居家检疫前的时候，我们会列就是因为我昨天也讲过，就有一些症状是进来才开始有，那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些症状可能有被忽略掉，或者他自己也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在居家检疫隔离的时候，我们希望把这些症状都把它列出来，让他再 review 一次。那我们再由我们的关怀中心的护理师的同仁们帮忙来过滤这些相关的案件。那有必要的，我们就有关怀中心会跟他联络，拿去来做一个检验。大概这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这样子再把它加强，免得以前因为这种症状一直在变，那在以前的时候14天前可能这些症状是没有被列到里面的，那14天之后可能相关是明显的，可是他当初在报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注意，或是关怀人员没有注意到，或是那时候也无从注意起了那是在出来14天后的时候，我们再 review 一次，希望能够把这个网能够弄得更完全一点。不好意思，提问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嗅味觉丧失的状况，那这样是不是显示说欧洲的病毒株有进到我们台湾，还是说我们亚洲的病毒株有突变的状况吗？那如果是真的有突变的状况，会不会感染之后变重症的几率会比较高？那么另外要请教是在机场这几天的入境旅客数，那因为今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又提到说，希望机场回来可以全面筛检。那他有提到说，因为有过而不及的防疫是比较好的。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会考虑机场入境全普筛吗？或者是什么时间点可以全普筛？还是说在居家检疫后的最后一天，这些人可以来做筛检呢？好，这个嗅味觉丧失出现的，就是3月24、25开始附近，我们注意到了这些
都是开始主要都是欧洲境外移入的个案，然后那不过到后来美国境外移入的个案也都有看到，所以目前的从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里面，感觉就是欧洲跟美洲的得到感染以后带回来的这些个案比较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更前面的个案确实是比较没有，包括我们从中国大陆或开始的时候从亚洲地区进来的，我们都比较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所以或许当然是不同地区的病毒株已经有一点变异，这是一个可能性。那我们也当然很希望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病毒能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跟探讨。那可是这些是不是就比较容易重症？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好，至于在机场全普筛，我想这个已经我们讲过，一起都讨论过很多次了嘛，哈。那讲说在机场你全普筛，你还是有一些相当比例的伪阴性，你可能会查出多几个这阳性，那及早能够进去治疗，是有这个可能性。可因为都没有症状，所以查不到病毒，那也是很高的比例。然后这些比例都会在他居家检疫这段时间，他都会有这样发病的情况，那时候做一些检疫。所以我们现在在两端去补强，一个机场在我们只要是有症状要送去采检的，我们就直接先回到集中检疫所，免得在那这样有一个空缺期。那再等到是阴性，我们就回家居家检疫。那然后居家检疫的最末端，我们最后再这样子一个 review， 就是一个在回溯性的探查这段时间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或情况。那如果有需要，我们就采。那这样我们认为这样的效率应该是比较好的，而且不会很多的这种伪阴性、伪阳性的这样一些情形。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就是目前的话，大众运输系统都要强制规定戴口罩，包括火车和捷运。那不知道说计程车方面的话，有没有在研拟说上计程车也要强制戴口罩？然后另外就是说，刚刚部长有讲到说，目前大规模的社区筛检不会考虑，但是针对特定风险者会做进一步检查。那特定风险者可能有考虑是哪一些的族群？好，那个像刚才讲那个大众，刚才就讲计程车司机就比照我们的，它是一个准公共的运输嘛，我们就比照大众的运输工具，所以没有戴口罩，可以拒绝搭载了，那如果硬是这样，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所有的一个传染病防治法来做处分。好，那至于说相关的风险单，一个当然是有医事人员经常会接触的也许我们会考虑。那第二个像我们的防疫计程车队，我们会考虑相关，毕竟它的虽然都有适当的都有适当的防护，可是接触毕竟是多，所以这些我们会考虑。好，那个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是不是留最后3位好吗？大家好，自由时报提问。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今天奥捷旅游团啊，就是有在新增3例嘛，那其中有2例是无症状感染者，可是他们却有肺部浸润的情形，所以想确认一下说，我们目前国内确诊个案当中啊，的无症状感染者有多少人？那这些人里面是不是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却有出现一样就是肺部浸润的情形？那这样子的状况下，对于民众或者医师来说，是不是其实很难辨识？有没有可能变成防疫的破口？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民间有些单位就是可能开始在发起说把口罩捐给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那想问一下说，现在捐赠口罩到国外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吗？对，那如果说现在不行的话，未来就是我们政府有没有规划说下一步可能民间也可以捐口罩到国外？谢谢。有关无症状阳性的有15例啦。那像刚刚那位就是说有2位他虽然是无症状，但是肺部有轻微浸润，应该我们不会给他归到这个所谓无症状的这一栏，应该会有到轻微的肺炎，这个我想是不是张召集人您再补充一下？好，那我们
无症状就是当然是他主观上真的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去量测他体温也没有发烧，那做了一些包括胸部 X 光检查也都没有任何的发现那这样子我们把它定义叫无症状。那这个如果他胸部 X 光看到有浸润的话，那就是列在肺炎症状里面的那不是真正的我们归在无症状的一个感染者。无症状的这些先前的个案，我们也曾经不管说照 X 光是没有发现，甚至也有做进一步的胸部的电脑断层，也确实都有没有发现的状况了不过当然有一部分的个案，那我们胸部 X 光看不到有非浸润的现象，可是用电脑断层去扫描的话，有时候还是可以发现有轻微的一些变化。换句话说，电脑断层扫描可能会比这个胸部 X 光更清楚。不过这些个案里面基本上都是会不会传染，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它的呼吸道检体里面，我们用PCR 的检测确定它已经是有病毒嘛，所以有病毒，如果它的病毒量又高的话，基本上它当然是有可能是会有传染的疑虑那可是当它在没有咳嗽这样的打喷嚏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相对的它喷出来的飞沫喷出来的病毒量可能就不是那么多，那这样的传染给其他人的几率当然相对是降低的了，相对是不是那么高的。那会有咳嗽会有打喷嚏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对的它传播到环境里面，传播到周边的人的机会相对就会变高的。所以这些一方面看他身体里面带的病毒量可能是有影响的，二方面是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子比较容易有飞沫事件喷出来的机会，也是对于它的传播力是有影响的。那至于在口罩要捐赠，我有看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报道，有人要发动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也分作2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口罩当我们征用了之后，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国家的防疫物资了，而不是一个个人的财产。那国家在这样的防疫物资要做最恰当的分配，让需要的人可以用得到。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买口罩，虽然也是买，但这不是一个伊家己的财产以及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社会所需要的一个必要的物资。所以前提里面的就是说，在捐的话不能想就是说我把家里面用的我的关后人有这个权利，没有，那这是一个心意，我们非常肯定这样一个有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也许那个发动这样运动我不反对，但那个东西最后的数目会变成是国家要做援外的时候的一个参考数目。他知道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愿意这样子来做，那心意，但是要在我们整个口罩在国内能够适当的使用，那大家能够充分的保护这个里。所以想要捐的话，那就多好好的使用，那多增一下口罩。那就会我们的口罩就会越够，那我们就越有能力再来捐。那如果没有准节使用变成一个浪费，那当然就很难去捐。那目前我们口罩14天9片这样的一个分配量是一定是会够的。我再强调，我们可以让85%的人在这样2个礼拜都可以买得到。大概是这样讲，所以我们谢谢能够发动这样的运动，展现台湾人对于世界的责任感。但是呢，整体上呢，只能代表说台湾人的心意。那终究要分配，还是要由政府来做最恰当的一个分配。您好，中天新闻提问，想请教一下，这个案352啊，他跟这一个接触者喝了1个小时的饮料，他们的场所是在这个店员的店里面，那他们的关系是店员跟客人的关系吗？还是其实他们的场所在其他地方？那2人的关系又是什么？那另外想要请教，昨天发布11个景点有一个预警，那为什么在台东或宜兰人潮也蛮多的，怎么没有把这2个地区也列入？另外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要请教，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他有讲了说，这几天因为连假的人潮会不会把我们这
整个时期的防疫的成果都给因为这些人潮所白费了？谢谢。352跟301之间应该是有人啊，他是说法是说到有人301处就是喝饮料，就这样子。当然，这种人群的移动的风险都一直在了，全部移动的风险都在。那所以当然每一个在防疫里面都会做某一种程度的隔离嘛。那有很极端的，那有比较不极端的，那我们台湾是属于比较不极端的，但我们靠的是人民对于自己卫生健康的一个保护，那这些都是一个选择啦，也没有人说它一定对一定错。我刚才讲，我们现在这次让大家说能够去散散心，我一直在这样讲，就不希望说在防疫这样的一个长期抗战里面，把大家心情什么都把它绷得太紧。那反而不利于我们平常这样的一个抗疫。那当然每一个人对他的紧缩严董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下的一个判断跟决定负责嘛。那我们都是团队，大家思考，因为本土的案例低，那境外的移入我们的管控也良好，那应该让我们有个长期抗战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当然不希望发生任何的风险了但有发生风险的时候，我们也都准备好了。自由时报，想请问一下，因为接下来还可能有连假有假期嘛，那怎么在观光跟防疫之间取得平衡？这有哪些措施可以来实施？例如说，我们可不可以针对一些比较有可能出现大批人潮的风景区，设定一些人数限制，来加强管制这些人数，取得防疫的效果呢？谢谢。OK， 好，我先说明一下，刚刚在讲昨天我们发的简讯的部分那当时我们有发了2则，一则是针对11个景点的部分，另外一则是针对这个屏东兰州宜兰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地方政府、那县市警察局还有地方的这个政府的部分也有一些措施，像宜兰的部分，在这个罗东夜市、礁溪、宜兰等地点，其实都有做这个劝说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那地方政府也事先有跟这些店家，希望他们采流量的这个管制等等，然后当然这不只是宜兰的部分，包括几个有夜市或者观光客多的地方的地方政府也都有采取这些措施所以不只是简讯包括这些措施也都有在做采取。那未来在连假的部分下一波就是5月1号的连假，那我们在针对今天这一次的连假，包括夜市或是观光景点的部分，未来可能会考量这个饭店的这个订房数，我们就会去注意跟观察饭店的这个订房数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那就会去做一些总量的一些启动那夜市跟市场的部分也是也会来跟地方政府来做一些讨论是不是采取这个总量管制的一个概念，那单一出入口这样子的话可以确保大家也可以去，那这个店家也可以好好做生意，那彼此都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平衡点来寻找那因为今天早上大家也知道那个苏院长有来那各部会大家来做一点讨论那整体的方向就刚才我们那个副指挥官所讲的有包含就是说各个景点怎么样从第一个在停车场怎么样能够限定一定的数量，第二个尽量能够开辟比较多的行人徒步区让这个马路也可以来走，那这样这一个量就比较不会那么密。然后第三个各种地方里面能够做这些流量的管制不管是在夜市这也好进出达到一定的人，那会去算，我们跟管理委员去算说这样的区域到底有多大，那适合的一个社交距离要保持，那最多只能多少人同时进入
好，那进出之间把这个流量管制好。那旅社也是一样，好，希望在一定的量，好，然后在预约之后，好，那个量就满了，那就不要再继续收。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好维持某一种程度的正常的生活，那然后让整个能够防疫也能够同时的进行。那未来也会在鼓励说要去旅游化，那多利用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休假日，好，就不见得一定要在假日里面去挤，好，那时候平常日也可以，那也会在定相关的时候怎么样做一些弹性的上班，好，让上下班的人不要挤在同一个时候。那这些相关的在苏院长的指示之下，那各部会有都会去研拟相关的一些做法，跟确实的一些指引出来，那我们下礼拜就会在指挥中心里面就这些再做一些讨论，把它定案。不好意思，想要请教一下，刚刚有讲到计程车司机如果没有戴口罩乘客，计程车司机可以拒载嘛？想要了解一下是从即日起开始嘛？然后是会怎么样处罚？那是会罚多少呢？然后另外是由司机通报，还是会派人稽查？然后另外是 Uber 是否也会比照办理？谢谢。属于交通工具，我们还是一样，就是用传染病法37条嘛。这是3000到15000的跟大众运输工具是一样的，因为它本来就准公共运输的工具。那所以当然是有各种方法，可能是警力跟我们平常在产生纠纷的处理的情况是一样的嘛，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在昨天当然有发警讯之外，我们有给各地方政府一个函，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相关的一些重申，让大家能够做得更确实。主要是有照的都会列到这里面来嘛因为是顾及到这种营业的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那就应该要戴口罩嘛所以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往下去延伸的我们大家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就马上公告的时候马上就做指挥官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昨天352的店员的部分，因为他是店员的话，有媒体报道说是不是超商店员？那如果他是超商店员，是不是接触的人很多？那有很多民众就是有疑虑说，因为店员的话就是会每天都会有收钱的这些动作，那如果他们就是铜板纸钞的话，会不会变成这个病毒的传染途径？那该怎么预防？谢谢。这大家可以讲了绝对不是超商的店员来往的客人非常的少，来往的客人非常接触的人可以说是非常的少，那他们会接触到纸钞的机会也不高了，那所以他们都是用信用卡的了，那个很难用纸钞去交易的。那这一旦纸钞这些大家一旦看到，就是说摸过这些纸钞当然是人来人往摸来摸过去，那当然是有高度传染的风险吧所以希望就是说，只要摸过钞以后，当然要洗手或者用酒精相对的需要。好，那我们今天没有其他问题，今天记者会到这里那我希望说大家口罩还是要准洁使用要准洁使用。那家里大家都有电锅嘛可以尽量使用电锅那其他的可以请教我们的教授谢谢谢谢。